嗯。干啥呢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儿有牛蹄没？我骆驼蹄子吃腻了，找你换一个。有呢。哎，我这就2个了，给你1个。哎，拿来吧你，就2个。哎，我给我留1个呀。我这骆驼蹄子比你贵，2都得给我。我先回去弄牛蹄了，拜拜，别送了。那你慢点啊。等会儿还得把它放在炉子里烧一烧，这样处理的干净。我今天就吃1个吧，2个应该吃不了。这可得洗得白白的，不然吃着也不干净。先放这儿让它冻一会儿，天天吃肉我都不想吃腻了都。等啥时候雪化了，我要去洗里多买点菜。没多少草了，这也不够喂啊，还得去跟邻居家借点呢。这么多草料，咱雪地跑安全吗？那当然，我这福特尤其虾是通过中欧澳3大碰撞测试5星安全认证的皮卡，高强度钢武装到牙齿，结实的很。货箱都很耐磨耐腐蚀，装草料装牛羊都不在话下，耐造的很。在我牧区，冬天大雪就爬现车，还有7大全地形模式，走烂路跑雪地，开它我心里踏实。悬挂还特别好，过个坑不带一点晃的，非常好。2.3T 加8AT 组合就是有效，打开低速4驱，再陡的坡一脚油门就上去了。这可得装好了，不然洋务时可就麻烦了。去。过几天还得订点草料，去年自己打的草一冬天都吃完了。羊群都喂上了，我也饿了，炖个牛蹄吃吃吧。这个不锯了，这个太厚了，整煮吧。哇，香。看这个筋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忙了一天了，该休息了，拜拜。